野性干饭我来了，我们有椰蛹球换成椰奶冻，加入巧克力饼干，加入葱香饼干，再来一块，加入芝麻饼干，加入焦糖饼干，加入奥利奥饼干。看着不错，最后倒入咖啡，搅和搅和。这也太好吃了吧！拜拜，各位。
小姐，你是谁家的城堡？请你靠边坐坐好不好？当到电视真的看不到，你说的话莫名其妙。你现在哪里？我每天都在想你，想念你身旁空气，想念你坏坏眼睛。你现在哪里？我每天都在回忆，回忆搞笑的相遇，回忆悲伤的结局。你在哪里？我想你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不可以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别伤心。小姐，小姐，小。waiter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好像我没有点这个包，又矮又胖又找不到腰，虽说有点可爱味道。小姐，你是谁家的城堡？请你靠边坐坐好不好？当到电视真的看不到，你说的话莫名其妙。你现在哪里？我每天都在想你，想念你身旁空气，想念你坏坏眼睛。你现在哪里？我每天都在回忆，回忆搞笑的相遇，回忆悲伤的结局。你在哪里？我想你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不可以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别伤心。waiter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好像。